車度教你點揸巴士，你應該見到輸入系統，你只要你攞職業卡，跟住見到對門開咗佢，咁拉呢個開咗佢，上車，閂大門，記住唔好咁大。我先教你，其實講真啲，你員工唔咗巴士唔好佢會幫你自動拉手掣。拉手掣，開車。過時咩？呢個係笑話，唔好趁睇真。首先開引擎，start， 跟住拉手掣，揸車。其實講多啲，例如咁樣向前剎車，去到巴士站就上車，開門。其實如果你教手牌系統嘅話，好簡單。耳機，首先開咗佢，用呢個開，跟住就路線，跟住打你要嘅路線。譬如我打C， 其實你撳個2字，再撳多3下就係個 C， 你撳1下嘅話就係 A， 跟住2下就係 B。打到 C 啦，跟住8、1、OK。跟住咁多2下，跟住就 OK， 確認。可能係你要嘅方向，咁方向都要輸出。你到終點站嘅話，你就係個終點，即係尾站。呢個又唔好理啦。呢個嘢咧，你要用九巴先知。跟住好多人唔識拉手掣，講笑啫，我識拉。點拉啊？人哋有時以為其實真實唔係咁，其實你咁樣望清楚啲。2號高鐵，其實你要拉呢度去到上面左右，跟住準備揸車。呢嚿嘢呢個首先你要需要嘅嘢，跟住咁報站。重放，即係你再播多次，停止，唔好 GPS， 推站，即係你要去到新田嘅總站，跟住去翻上嗰個站。方向，如果你上環線嘅話，你唔係逆方向，跟住你去新田圍嗰撳呢個價值方站，唔知喺度更新個系統，一個 GPS 有問題。呢個咧就係交通嗰度。